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Inspiration 中文科老師 Misela。以往就同大家講過一啲初小類型嘅閱讀理解啦，但係我哋都有為幼稚園嘅小朋友準備到適合你哋程度嘅閱讀理解。今日就嚟同大家講下啦。首先我哋會見到一篇文章，文章嘅左手邊我哋幻想有一棟隱形嘅牆。只要啲文字唔係黐住埲牆嘅，我哋都俾一個數字佢。呢篇文章總共有3個數字，我哋會話呢篇文章入面有3段。第一段係呢度，第二段、第3段。好啦，小朋友喺屋企度先閱讀咗呢一篇文章，然後我哋就開始睇題目咯。按上文填充。第一題，山腳下有一條點樣嘅小河呢？我哋留意題目關鍵字，山腳下一條小河。咁我哋就睇返篇文章咯。山腳下一條小河，咁我哋就揾到答案咯。彎彎的，我哋就將彎彎填喺呢2個空格入面。再嚟睇下第2題咯。小河裏的水又乜嘢呢？一樣先圈題目關鍵字，小河裏水。好啦，又喺篇文章度揾咯。今次我哋見到關鍵字喺第3段入面，小河裏水，又揾到咯。清同埋靜，咁我哋就將呢2個字放入呢2個方格入面啦。第3同第4題就交俾小朋友試下啦。